上星期講過，內地物流電商巨頭京東集團殺入外賣市場，挑戰內地最大嘅外賣平台美團嘅故事。京東用嘅就唔係傳統嘅商業競爭手法，而係比拼良心。譬如好似俾車手可觀嘅月薪，每年為員工買超過60億元嘅保險，免息貸款俾員工買樓，每張單賺取利潤唔超過5%。等做外賣嘅餐廳同埋送外賣嘅車手可以多賺一啲等等。老闆劉強東以待員工好為賣點，除咗吸引車手加入，更加希望可以改變行業嘅生態，改變顧客嘅心態。做老闆要善待勞動者，消費者亦都要選良心企業。京東推倒咗商業嘅行規，賺到錢發咗達，仍然不忘善待基層嘅員工。主要係因為京東嘅老闆劉強東本身就係嚟自社會上最底層嘅。今年51歲嘅劉強東出生喺江蘇一個貧困鄉村宿遷，佢爸爸就係漁民嚟嘅，一年到晚都喺出邊打魚。劉強東係個留守兒童，喺鄉下跟住外婆過活，窮到一塌糊塗，一年只能夠食到2次肉。佢一直以為豬油撈飯就係世界上最美味嘅食物啦。1986年，國家開始免費義務教育政策，好似劉強東呢一類嘅窮孩子有咗接受高等教育以知識改變命運嘅機會啦。爸爸本來答應劉強東，只要佢考到宿遷中學就帶佢去上海睇下。1989年夏天，佢考到咗啦，但係爸爸就食言。劉強東一氣之下攞咗50蚊離家出走。嗰次係佢第一次離開家鄉，一個人去咗南京九江，第一次見到燈火輝煌，第一次見到高樓大廈，第一次坐船，第一次食到人間美味嘅即食麵。喺旅途之中，劉強東忽然感悟，寫低咗2句座右銘：願為出海蛟龍，不作南河刀秋。佢唔要一輩子匿喺社會上嘅最低層，返到屋企就即刻發奮讀書。1992年，劉強東高考680分，成為咗宿遷嘅狀元，考上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窮村第一次出大學生，大家當然好雀躍啦。但係上京讀書嘅學費、路費、生活費又帶嚟難題。為咗將呢個孩子送上京，全村人就將油鹽錢、棺材本都湊晒出嚟，2分錢、5分錢咁，全部都係散紙，最後湊出咗500蚊。仲有76隻雞蛋送俾劉強東上京讀書。臨走之前，村長話：我哋條村出一個大學生真係唔容易㗎。劉強東懷住全村人省吃儉用湊出嚟嘅家當同埋希望，踏上咗求學之路。嗰年佢18歲。1999年，黨15大宣布發展民營經濟。當時全國3個地區最具創業活力。一個就係珠江三角洲，仲有溫州同埋中關村。珠江三角洲同溫州就主打外貿同埋加工廠，而中關村就係 IT 同埋互聯網嘅創業中心。後嚟嘅百度、新浪網等等都係呢度出嚟嘅。劉強東就睇準時機，辭咗份工，攞住自己儲起嚟嘅12000蚊，喺中關村租咗個4平方米嘅攤位，創辦咗京東嘅前身京東多媒體。經過多年嘅起跌，2014年，京東成為咗第一家喺美國上市嘅中國電商公司，亦都係中國第3大互聯網公司，僅次於騰訊同埋百度。劉強東亦以445億美元嘅身家排喺中國富豪榜第10位。成功不忘施恩者。嗰年嘅春節，劉強東返到去家鄉宿遷嗰度過年。佢揸咗成車嘅現金返去，俾每一位老人家發紅包，人人1萬蚊，一共派咗650萬。佢又為其他人送上年貨大禮包，俾老師送上慰問金。嗰個畫面外人睇嚟覺得好土豪，但係佢捱過窮，知道乜嘢嘅回報先至係最實在。派錢只係入門，劉強東嘅報恩更係授人以漁。佢將京東集團嘅客服中心、研發、結算、物流中心等等，通通搬返去家鄉宿遷，
投資咗200億，直接為村裏邊帶嚟25000個工作崗位。當年嗰個攬住雞蛋上京嘅孩子，而家已經成為咗宿遷最閃亮嘅星星。劉強東話：當日鄉親送我走出呢一片黃土地，如今我要令呢一片黃土地開出黃金花。最近呢，新一份中國企業500強嘅榜單公布咗啦。京東集團以1.08萬億元嘅年營收，首次超越咗華為同埋阿里巴巴，成為中國第一大民營企業，有接近70萬嘅員工。一個有影響力嘅企業，先能夠有條件去改變勞資生態。共同富裕嘅烏托邦，由華為到伴東來到京東，從一位又一位中國企業家身上，我哋慢慢睇到咗苗頭啦。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啷啷啊！多謝大家。